自我2025年9月初6，每日圣眼光读经。上帝伫逆境中悠远地掌权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以西结书第1章第1节到28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第1章。第30年4月初5，我接受放逐到巴比伦的犹太人，做伙住伫加巴罗河边。迄时天拍开，我看见上帝的异象。这个代志发生伫约雅君王受掠去巴比伦以后第5年。伫巴比伦的加巴罗河边，上主对布西的囝祭司以西结讲话，上主赏赐伊气力。我伫观看的时，看见大风对北边扫过来，有一大片云，阁有闪烁的火，云的四周围光影影。对迄中间发出的火，亲像画丝的金属遐尼光。伫中央有出现4个画面，因的形状亲像人。逐个拢有4个面、4支翅。因的骹直直，骹蹄亲像牛的蹄，光影影，亲像磨光的铜。伫逐支翅骨下面有人的手，4个面、4支翅是安尼。因的翅拢相连接，行动的时毋免转身，拢会当对逐边直行。4个画面各有4款面，头前的面亲像人，后面的面亲像狮，倒边的面亲像牛，后面的面亲像鹰。因的翅向顶面踢开，逐个画面的2支翅甲两边的画面的翅相接，另外2支翅遮砍家己的身躯。逐个画面的面向前，照心意做伙行动，直行毋免转弯。这个画面的形状亲像在倒的火炭，嘛亲像火把。火焰不断伫画面中央来回刷为震动，火真光对火的中间发出闪呐。这个画面前后撞来撞去，速度亲像闪呐遐尼紧。我伫观看这个画面的时，看见每一个有4个面的画面边仔拢有一个链仔伫涂骹。4个链仔内外的形状拢共款，若亲像每一个链仔内面阁有一个链仔，链仔拢亲像宝石发光。这4个链仔振动的时，拢会当向逐边直行，毋免转弯。4个链仔的链径悬，阁互人行位，径的外表拢是目睭。这个画面行动的时，4个链仔缀伫边仔转说，画面离开地面，链仔嘛离开地面。画面的心意要去倒位，链仔就去倒位，因为画面的心意控制链仔。当画面行动，链仔嘛行动；画面停滞，链仔嘛停滞。画面对地面升悬，链仔嘛对地面升悬，因为画面的心意控制链仔。
这画面的头壳顶有姜葱的形状，亲像在发光，显目的水晶伫因的头壳顶展开。伫姜葱下面，因的色直直裂开，甲边仔的画面的色相连接。每个画面用两支色掠砍家己的身躯。画面行动的时，我听见因的色发出声，声亲像大水哗哗吼，嘛亲像军队在做声势，阁亲像全能上帝的声。因停止徛地的时，色就随落来。毋过画面停地，色随落去的时，犹原有声音对因头壳顶的姜葱传出来。伫画面头壳顶的姜葱顶面，有一个形状亲像用蓝宝石做的宝座，一个宝座顶的形状亲像人。我看见伊的腰顶悬亲像卫士的金属遐尼光，四周围亲像跌倒的火，伊的腰以下亲像火跌倒，四面发出光。周围的光辉亲像落雨的时云中的轻共款，这就是上主显现的时阳光的形状。我一个看见这个景象，就趴伫涂骹，我阁听见有人在讲话的声。上帝伫逆境中犹原在掌权。以西结书一开场就点明时间、地点甲人物。伫约雅君王受掠了后的第5年，主前593年，以西结伫加巴鲁河边领受上帝的启示。这个正确的记载，除了展现作者的历史意识，也显示上帝伫特别的历史时刻主动向人显现。这个时期拄好是犹大国上黑暗的时刻之一。巴比伦帝国的势力若日中昼严盛，耶路撒冷即将伫几年后受彻底摧毁。伫安尼的时代背景下，上帝竞选以西结向受掠的人民讲话。布西的囝儿祭司以西结30岁的时，本应该伫耶路撒冷的圣殿供职，但是现主时伊却身处敌境，远离圣殿。经文讲到上帝的能力，原文是手临到。这个希伯来文象征上帝主动的干预甲能力的彰显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异象发生伫加巴鲁河边，毋是伫圣殿，显示上帝同在已经突破地理的限制。伫古代近东的思维中，往往认为生命受限制，踮伫特定的地域，但是上主却打破这个观念，伊向以西结显现的地点选点巴比伦的河边，拄好是要向伊的子民证明，就算伫受掠之地，伫异教文化中，伊犹原掌权。这个启示毋简单，带互长龙时流亡他乡的人民盼望，也为后来的会堂敬拜奠定了重要的神学基础。今仔日，真侪人也面临受迫离开熟悉环境的处境。有人因为工作调职全家迁徙，有人为着生计必须伫异乡打拼，也有人伫家己的土地流浪。这个经验常常带来信仰实践的挑战，习惯的教会聚会模式受打破。
属灵谈判无伫身躯边，敬拜方式必须调整。咱检察会问，伫安尼个处境中，要安怎持守信仰？要安怎经历上帝？特别是快速变迁个时代，真侪基督徒发现家己必须踮无同个文化脉络中，重新思考信仰个实践方式。有一寡人伫异地找袂到适当个教会，有一寡人面对语言障碍，阁有一寡人伫异教环境中感受到信仰备受挑战。这个经验拢互咱搁较会当体会以西结和受领之民的处境。以西结的经历提醒咱，上帝同在无受外在环境限制，就算伫上意想未到的所在，伊犹原向咱显现。这个信息敦促咱重新思考，检察上帝互咱离开舒适圈，拄好是爱咱经历伊搁较丰盛的同在，搁伫新的处境中诚侪伊的见证。就亲像以西结伫加巴鲁河边领受到前所未有的异象，咱也可能伫意想未到的环境中经历伊独特的带领。这提醒咱，信仰的本质不在伫外在的形式，也是场所，实在伫咱是毋是会当伫任何处境中体认上帝同在，搁回应伊的呼召。默想，当我拄着受迫离开熟悉环境的处境的时，我是毋是愿意保持敏锐的心，察觉上帝可能有搁较深的带领？当我拄着受迫离开熟悉环境的处境的时，我是毋是愿意保持敏锐心，察觉上帝有搁较深的带领？咱来祈祷。主爱的天父，感谢你未受任何环境限制。当我面对改变甲挑战的时，求你帮助我察觉你同在的记号，互我伫同样境遇中拢会当经历你奇妙的作为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